家好，我係5B 班嘅黃一峰。我想向大家展示嘅係大麻，佢原來嘅作用係與人類嘅大麻素合器結合，發揮止痛嘅作用。但係長期吸食大麻會造成注意力、記憶力同埋判斷力減退，甚至冇方向感、意識混亂、人格喪失、妄想、幻覺及對周遭事物漠不關心嘅動機缺乏症候群。我哋受到誘惑嘅時候，有5種唔同嘅方法去逃避。第一種就係直接拒絕法，堅定而且大聲咁拒絕。第二種就係逃離現場法，揾藉口逃離現場。第三種方法就係轉移話題法，將話題轉到其他地方。第四種就係自我解嘲法，就係用呢個理由嘲笑自己拒絕嚟使用。第5種就係友誼勸告法，勸告朋友都唔好使用毒品。呢個就係我嘅介紹啦，多謝大家。